大家好，呢度係小小塔羅，呢個頻道會透過塔羅牌進行唔同事情嘅預測，希望呢個占卜能夠俾到你一啲指引同啟發。請記住，未來絕對可以改變，你對未來一定要充滿期望啊！小小塔羅今次為大家預測嘅係12星座2026年4月份嘅運程。白羊座嘅朋友抽到嘅係聖杯3逆位。呢個月你嘅社交圈子入面可能會有啲小風波，容易有是非，可能會同人有誤會。就算同朋友有聚會，你都會覺得融入唔到，有種疏離嘅感覺。白羊座嘅朋友，今個月你要減少無謂嘅社交，留多啲時間俾自己，獨處反而令你覺得更自在。金牛座嘅朋友抽到嘅係高塔正位。4月對你嚟講係一個震撼彈，會有啲意想不到嘅改變發生，可能係工作、感情或者生活環境出現突然嘅變動，令你措手不及。唔好抗拒改變，舊嘅唔去，新嘅唔嚟，呢個反而係一個破舊立新嘅好契機。雙子座嘅朋友抽到嘅係寶劍6正位。如果之前有啲咩心煩嘅事，今個月終於可以慢慢行返出嚟，離開個困局。雖然進度唔算快，但起碼會揾到解決嘅方案，向緊好嘅方向行。保持耐心，向前看。呢個月適合去旅行或者轉換環境，對你嘅運程有好大幫助。巨蟹座嘅朋友抽到嘅係聖杯3逆位，同白羊座一樣，巨蟹座呢個月情感上嘅連結出現咗啲問題，你容易喺感情或者好朋友嘅關係入面覺得被冷落，又或者會因為一啲是是非非而覺得心煩。巨蟹座嘅朋友唔好勉強迎合人哋，精簡社交圈子，只留低真心對你嘅人就足夠啦。獅子座嘅朋友抽到嘅係聖杯騎士逆位。感情上可能遇到唔信得過嘅人，佢會俾假希望你，口甜舌滑，但係就冇行動。又或者你自己喺做一啲決定嘅時候太過感情用事，唔夠理智。獅子座嘅朋友保持冷靜，唔好俾甜言蜜語沖昏你嘅頭腦，理性啲去處理感情嘅問題。處女座嘅朋友抽到嘅係錢幣4正位。呢個月你嘅財運穩固，但係你會將自己嘅安全感放晒喺金錢上面，變得對錢好緊張，甚至會令人覺得你好孤寒，睇錢睇得好重。謹慎理財係一件好事，但係要學識收放自如。如果唔係過度守住啲錢，反而會令到自己好大壓力。天秤座嘅朋友抽到嘅係寶劍4逆位。你休息夠啦，係時候要行動。之前停滯不前嘅計劃要重新啟動。雖然你可能仲想懶下，但係現實會推住你行，要開始處理積落嚟嘅嘢。天秤座嘅你唔好再咁懶散，要喐下啦，唔好再逃避，要打醒精神去面對問題，將諗咗好耐嘅計劃付諸行動。天蠍座嘅朋友抽到嘅係寶劍皇后正位。呢個月你係理智嘅化身，頭腦清醒到不得了，做決定快狠準，處理工作或者複雜嘅問題，你都會表現出極強嘅判斷力，令人心服口服。理智係好，但係如果講說話太過直接，就唔係咁好啦，要溫柔返啲，唔好俾人覺得好似冷冰冰、不近人情咁。人馬座嘅朋友抽到嘅係月亮正位。今個月你成日胡思亂想，好多時都會覺得不安同埋迷茫，諗太多，又或者會有一啲隱藏咗嘅事浮出表面。你嘅直覺好強，但係亦容易受到情緒嘅影響。今個月你嘅直覺雖然好強，但唔好亂諗嘢，自己嚇自己。凡事睇定啲，等真相浮現先至做大決定。山羊座嘅朋友抽到嘅係正義逆位。你可能會遇到一啲唔公平嘅事，或者覺得自己付出同收穫唔成正比，又或者喺職場上有啲唔公平嘅事發生，令你覺得好委屈。呢個月唔好強求絕對公平，有時退一步海闊天空，唔好鑽牛角尖。你要睇睇自己有冇偏激咗。如果有關於法律或者合約嘅嘢，一定要睇清楚條款，唔好大意。水瓶座嘅朋友抽到嘅係寶劍皇后正位。同天蠍座一樣，你呢個月係智慧擔當，處事非常果斷，能夠好冷靜咁切斷一啲對你冇益嘅關係或者工作，表現得專業獨立。你要相信自己嘅專業判斷，唔好太在意人哋點睇你嘅冷酷，
但係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說話會唔會太過直接，唔留情面。雙魚座嘅朋友抽到嘅係寶劍六正位，呢個月會係一個過渡期，你嘅生活壓力開始減輕。之前如果病過，你呢個月會慢慢好返。如果有唔開心嘅事，亦都會喺困局裏面行返出嚟，接受人哋嘅幫忙，順勢而為，好快你就會揾返內心嘅平安。以上就係12星座喺2026年4月份嘅運程預測。記住，塔羅牌係一個指引，命運始終掌握喺你手裏面。祝大家4月份一切順利。如果你喜歡小小塔羅，歡迎你留言，亦希望你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多謝晒。